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政府为着要来打造耶诞节的气氛，特别为市政府的周边沿着仁爱路到东区的上宽，来牵一条3000外公尺长的耶诞灯，佮有这个耶诞树，佮有大型的装置艺术，真有人气的网络明星专工去翕相打卡。伫台北市顶校广场圣诞树的前面，先翕一张 LED 瀑布前面换一个姿势，过来翕一张巷仔内浪漫灯海，边仔的公园拢变成做拍卡的新景点，互人气直播主桑尼甲轩轩乐拢称赞过东区上馆，变甲真有耶诞节的气氛。我觉得很漂亮而且灯光都很美丽，气氛也很棒，很适合拍照。这次来到东区，感觉特别的不一样，就是有多了一些灯饰，还有圣诞树的主灯，可以来这边拍拍照。今年台北市政府除了跨年晚会，还阁提早推出耶诞节系列的活动。若是对市区甲东区有布置3000公尺浪漫的灯海，还阁伫东区顶校的广场有设 LED 的圣诞树，每15分钟咧，还阁有灯光的表演。加上这柳公公园嘛有拍卡互动的灯海，互人感觉规东区拢光起来，嘛加真热闹。